沐浴係我哋每日都會做嘅事情，有啲人會慢慢嚟，盡情享受；有啲人只係求求其其，快快搞掂。其實沐浴除咗潔淨身體之外，仲可以達到身心放鬆嘅效果。而沐浴後，往往能將一日嘅疲勞洗去，令人精神一振，感覺清新舒服。所以，對於繁忙嘅都市人嚟講，沐浴無疑係一種樂趣，而且仲會係舒緩壓力嘅好方法。而今日嘅繽紛生活資訊站就要同大家一齊探討如何從中體驗沐浴嘅樂趣。講到享受沐浴嘅樂趣，就會令人想到做 SPA， 尤其係按摩浴缸，享受各種大細壓力嘅水柱噴喺身上嗰種舒暢感。其實而家創新改良嘅高科技熱水器，就算喺屋企，一樣可以帶俾你咁樣嘅沐浴境界嘅。特別係一個水力強嘅熱水器，佢會令你嘅沐浴變得樂趣無窮。淋浴嘅時候，水力越強，就越可以體驗到當中嘅舒暢感，而且仲會紓解平日繁忙嘅身心靈，感覺就好似做 SPA 一樣。至於調校水力嘅大細，內置花灑泵就扮演住呢個重要嘅角色啦。另一方面，為咗就手，你不妨將沐浴露放喺儲藏格度，方便兼且睇起嚟亦會更整齊企理。另一方面，習慣沖熱水嘅朋友，你亦可以啟動即時熱水功能，喺幾秒內你就可以輕鬆愉快嘅享受你嘅熱水浴啦。而沖熱水涼其中一個好處就係可以徹底清除皮膚表面嘅油脂同埋污垢，同時對美容仲有幫助添。另外，你可以針對特別嘅穴位做熱水按摩，例如喺背、肩、頸部嘅穴位作沖積水療，有助消除疲勞。要得到唔同水力嘅按摩效果，具備多種噴灑方式嘅手持花灑就能夠派上用場啦。除此之外，顏色亦係家居擺設嘅重要元素。譬如話，選擇自己喜好嘅顏色作為浴室擺設配搭，增添創意色彩之餘，又有親切感。創意會令生活變得更多姿多彩。即使係一架熱水器，佢一樣可以令你享受到無窮嘅沐浴樂趣。Alpha 榮獲馬來西亞超級品牌，品質值得信賴。Alpha 帶你進入另一個數碼嘅沐浴新境界。